娃 TV 讲台语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咱平常时讲话的时阵，若讲到数量，就会去用到量词，亲像一本册、一支笔。若讲到量词，咱台语内底是有真侪无共款的量词。今仔日 Lisa 要分享几个量词，互大家知，咱做伙来看卖。有时阵，阮阿母会讲 ：“Lisa， 你去帮我煮一卡饭。”一卡饭是啥呢？讲是要爱我煮一支卡遐尼济饭？当然嘛，毋是。一卡饭就是用鞋啊、卡啊遮的物件去底米煮出来的饭。用华语来讲，就是一锅饭啦。好，搁有时阵，阮阿母会讲 ：“Lisa， 你去帮我煮2缸米。”2缸搁是啥？爱甲米卷起来，讲是要包水是？毋是啦，2缸米就是这米壳啊2杯的意思。嘛有人会讲2壳米，壳甲卷拢有人在用哦。好，饭煮好了后。阮阿母会讲 ：“Lisa， 你去帮我添一碗饭，一碗饭。”好，这我知无问题。好，咱今仔日有4个量词，咱来复习一下：卡一卡饭，卷2缸米，壳2壳米。碗一碗饭，是毋是真简单？大家紧学起来，伫生活当中会当用哦。我是 Lisa， 今仔影片就到这，若是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就要起赞个来分享出去。也要订阅的观众朋友嘛，袂记得直接点完连开小铃铛，安尼才能收到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大家嘛会当加入 Lisa 的会员来甲我支持一下。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帮我 follow 起一个啊，赞诶！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